阵门牌讲卡着大门是有影无影，台南县市合并了呢，逐年拢编的预算要换门牌，不过最近换门牌有民众嫌讲伤大地，搭伫个即个门的顶面呢，开门时卡条咧，有人就将即个门牌呢甲弄好歪。民政局知影了，要求施工人员来注意，并且配合住户要求来换门牌。 住户开门会卡着，要关门嘛卡着，会卡都是因为门的新门牌。你看，这也是卡到啊。 住户真无奈，唔知门牌是安怎要安尼搭。来看这个新门牌，因为较大，比大门佮有顶悬条的跨度佮较大，所以造成有一部分超过范围，只要一开门都会弄到。你要贴就贴在这里啊，你干嘛要贴上面？安尼状况，佮唔那一间，规栋楼464户到290几户，拢是这种门的卡门牌。几乎195户。 几乎是不合格的，就是像这样子。主管单位说知影，随即是施工单位改善。我们会请厂商要跟住户来做一个沟通协调，来把整个门牌的编定来把它完成。需要施工人员施工的时，拢会特别注意，佮有住户伫边监督。 台南县市合并了后，逐年拢会编预算换门牌，只是新门牌比旧门牌搁较大，加上施工人员无注意，才会出现互住户刚起的卡门牌。民政局嘛表示，请人员赶紧定打，若是因为门卡去弄歪的，嘛会当换做新的，再搁打起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